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6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撒母耳上卷13章第1节到15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疫症。一礼拜进前的6月初8，咱也讲过同款的主题疫症。对基督信仰来讲，这个主题的思考是非常重要。前边咱有讲到，毋是简单咧讲到传福音这个范围的种疫症，包括着基督徒个人的生命，所有的政治拢会带来无共款的结果。咱知影扫罗互上帝竞选，透过撒母耳的抹油，被设立要成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是伊并无持守着迄个界限，种了无好的种子。撒母耳记上卷13章第1节到15节，安尼讲着：扫罗做以色列王2年了后，对以色列中间经3000人，2000个对扫罗住在伫密抹甲伯特利的山区，1000个对约拿单驻守伫便雅悯地区的基边啊，其他的人互因倒去家己的厝。约拿单攻击伫加巴的非利士人的军营，这个消息伫非利士人的中间传开，所有吩咐人伫全地来分扫角。叫希伯来人着注意，以色列人众人听到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军营，搁听到非利士人厌恶以色列人，人民就对扫罗组织伫乞甲。非利士人组织要攻击以色列人，有战车3万台，马兵6000，步兵亲像海沙遐尼济。因上来伫伯亚文东边的密抹扎营，以色列人看到军队受包围，情形真危急，就秘去伫山东就拿石核、磅空以及担子，搁有一寡人过约旦河到伫加特甲基列的地区，扫罗还伫吉甲。对伊的人拢惊甲皮皮喘。扫罗照撒母耳决定的日期定后7日，因为撒母耳还未到吉甲，对扫罗的人就开始试算。扫罗讲：将烧化祭甲平安祭的祭物摕来我食。伊就献烧化祭，伊献烧化祭拄要完成。扫罗来到迄个位，扫罗出去迎接，甲伊请安。撒母耳讲：你在做什么代志？扫罗讲：因为我看到人民四散离开我，我嘛无照决定的你嘛无照决定的日子来。各非利士人已经组织伫密抹，所以我是想讲非利士人。你要来到去甲攻击我，搁我还未求上主施恩，我才孤不二种来献烧化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讲：你哪会遮糊涂？你无遵守上主你的上帝爱你守的诫命，你若有守上主会坚固你伫以色列中间的王位到永远。但你的王位未久长，上主已经找到一个合伊心意的人，决定要将互伊来做子民的领袖，因为你无遵守上主的命令。撒母耳就出发对吉甲上到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。这做正上帝将扫罗的王位来缩短，另外立别个王来代替扫罗。
也好的证据对耶稣基督的譬如的中间，咱得到的提醒是，爱将证据也伫好的所在、对的所在。因为验证的目的是要会当互这个上帝国成长30倍、60倍、甲100倍。但是牧师伫这个所在也是要搁来提醒，这是咧指着讲，着爱认真服侍，眼光爱看互着，工作爱看互着的所在，自然就会当成长有修成，无论是30倍，无论是60倍，或者是100倍，拢是因为态度正确、性命正确、热心服侍做工来得到的，拢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毋通偏离开，变成做重视数字，失去方向，变成做也毋着正。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，耶稣搁一摆伫加利利湖边伫教示人，有一大群人来聚集，徛伫伊遐。伊煞着坐伫船顶，船伫湖呢。规大群的人伫岸顶，耶稣用譬如教示因真侪项代志。伊教示的时阵，甲因讲，着注意听，有一个夜井的人出去夜井，伊夜时有种子落伫路边，鸟仔飞来，甲伊食了了。有的落伫石头地，土少的所在，因为土无深，就真紧来覆芽。日头一个出。甲因拍着，因为无紧就打去。有诶落伫刺皮内，刺仔大长起来，甲伊磕死，就无结实。有诶落伫好土，伊就覆芽，成长结实。有诶结30倍，有诶结60倍，有诶100倍。耶稣讲有耳孔通听的就听。耶稣家己一个的时阵，伫伊周围的人甲12个使徒来问伊，这譬如的意思。耶稣甲因讲，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，毋过对外人逐项拢是用譬如，要互因看，搁看，嘛看无；听，搁听，嘛无了解。若毋是安尼，因就灰心转意，上帝就甲因赦免。耶稣佫甲伊讲，这个譬如恁袂了解是无？恁安尼哪会明白其他所有的譬如呢？夜井子的是夜上帝的信息，夜伫路边的是指人听着信息，撒旦随时来甲因也伫因心内的信息抢去。相款，也伫石头地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随时欢喜接受，不过伫因的心内定根无深，挡袂久。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，还是迫害，随时就放杀。也伫刺皮内是指着人听到信息了后，因为生活的挂虑、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各项的私欲入去心内，甲所听到的信息客死，煞无结实。遐也伫好土地是指人听到信息，欢喜接受就结实，有的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至悬的所在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锡安来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做，接纳你的烧化者，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予恁的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阮要因为你会得胜唱歌，阮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，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
会对伊成的天应答王，用伊正手的气力，互伊大胜利。有人活过车，有人活过马。毋过，阮只有要看靠上主，阮的上帝的名。因的天使倒了去，阮的太阳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胜利，阮求的是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，互阮会通成做一个夜正直的人，服侍的人。由此帮助阮将生命目标放伫对的所在，互阮愿意尽心尽力来服侍，互人得到利益，嘛才会安尼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